我叫 Lucy Barker， 係嚟自倫敦莫菲爾德眼科醫院嘅兒童眼科顧問醫生。今次係我第一次參加奧比斯嘅項目。目前我喺盧旺達，我主要係負責培訓當地嘅醫生進行斜視手術嘅技能嘅。喺培訓嘅過程入面，好多導師都向我介紹過奧比斯嘅工作。我一直都好希望可以將佢哋俾我嘅經驗同埋指導傳遞俾更加多嘅人。我認為教育，尤其係外科教育同埋手術培訓係極之寶貴嘅一樣嘢，正正係我能夠貢獻嘅力量。我好開心我可以參與其中。今個星期我哋開展咗斜視手術嘅培訓，接診咗好多位唔同類型嘅斜視患者。而今日嘅朝早，我哋啱啱喺手術室完成咗一宗兒童大角度斜視手術。我哋先為小朋友嘅一隻眼睛進行咗手術，隨後指導當地嘅醫生完成埋另一隻眼嘅手術，可以親眼見證佢哋學習並且獨立完成成個手術過程，係令我倍感欣慰嘅。呢一個星期嘅經歷令我深刻體會到奧比斯項目嘅意義。我認為奧比斯係一間可以令人敬佩嘅組織，就算我只係參與咗其中一個小項目，我亦都可以切身感受到佢帶嚟嘅巨大影響。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奧比斯。